Hello， 大家好，我係 Estelle。好多人問我一個問題，既然 AI 會推薦品牌，咁喺未來我哋可唔可以喺 AI 裏邊落廣告呢？答案係唔可以，因為 AI 唔係睇緊邊一個俾錢落廣告 ，AI 睇緊邊一個資料最可信。我打個比喻，我有2間美容院，第一間美容院嘅網站係寫專業美容服務，喺 IG 上面就係打造完美肌膚 ，Google Map 上面就寫美容中心。乍眼睇呢3句說話係冇問題嘅，都係講同一樣嘢。但係對 AI 嚟講，佢根本唔知道你間美容院到底係主打啲咩內容，定位喺邊度。另一間美容院係咁樣寫：香港中環醫學美容中心，專注激光祛斑同埋皮膚管理。佢仲有篇報道係香港激光祛斑療程指南。如果有人問 AI 香港祛斑美容院推薦 AI 更容易推薦第2間美容院，並唔係因為第2間美容院佢更出名同埋佢係大牌子，而係 AI 更容易理解佢。所以我將 AI 背後理解品牌嘅邏輯思維整理成一個框架，叫做 AI 信任金字塔。AI 喺推薦品牌之前，係會先建立一個5層嘅信任判斷。第一層可被理解 readable，AI 必須知道你係邊個，你係做啲咩嘅。第2層可被驗證 verifiable，你嘅品牌資料係咪統一，係咪一致，係咪可以被查證。第3層被反覆提及 repeated， 你嘅品牌有冇喺唔同嘅平台、報章、社交媒體或者係評論區出現過。第4層上下文嘅匹配 context fit， 當用戶問特定嘅情景、問題、情況嘅時候，到底你個品牌會唔會出現喺呢一啲嘅場景。第5層可被引用 citable， 你嘅內容係咪清楚有結構可以被 AI 引用。所以未來品牌競爭嘅位置並唔係喺我可唔可以俾人 search 到，而係究竟 AI 會唔會推薦你。因為 AI 唔係一個簡單嘅搜尋工具，佢係可以影響到用戶做決策時嗰個嘅中間人。我係 Estelle，如果你都中意 AIO 嘅內容，歡迎 follow我哋一齊睇下 AIO 未來嘅發展。